能够读到50遍也不错。你这样教了以后，他的注意力渐渐的能够集中，他的记忆力渐渐的能够提升，注意力集中，记忆力提升，他的语文程度渐渐的增长，语文程度一增长，理解力就跟着增长。所以刚才说，我们有另外一种让数学科学学得更快更好的方法，就是增长他的内在的学习能力。要增长内在学习能力，必须按照人类自然的发展。人类首先发展的是语文，然后才发展思考。所以不要在这么小的时候训练他的思考是没有用的，违背天理。现在你训练他的语文，正是他的时机，大好时机。语文的训练，刚才说过，记忆力提升，对他一辈子的学习都有莫大的好处。考上北大、北师大的人，不只是他理解力好，记忆力他是高人一等，要不然考不上这种大学。记忆力什么时候培养？13岁之前。用什么培养？用语文来培养，不是叫他背数学公式，叫他背这些经典之作。语文能力好了，理解力好了，阅读能力也好了，他就喜欢读书。所以到时候老师只供给他课外读物看就好了。我们一个学期只教1本语文课本是不够的。我们除了这本语文课本之外，我们要让他一个学期最少能够看300本到500本的课外读物。所以，如果开始教读经的老师，你会渐渐发现孩子的程度比你越来越好。你是不够资格指导他的。我们不可以以为我们在指导孩子，我们不可以让孩子都在我们脚下，我讲给你听。我们不可以准备1桶水，然后舀一杯给他，我们不可以这样。我们自己只有1桶水，我们要指点给孩子一条河。老师是不够资格的。老师的作用在哪里？那么老师是不是没作用？不是，老师的作用最大，在指点他的迷津，指出一条他的方向，所以叫做仙人指路。一个人迷路了，遇到一个人问路，这个人是神仙，他当然知道路在哪里，他用手一指，他就救了你的一命，不会摧毁之力。时间有限，听说到11点要结束，是不是？还有几分钟，我就讲一些实际的例子来印证一下。这个各位回去做也能如此。首先，我讲的是我家里的孩子，因为这个大家比较亲切，因为刚刚看过电视了。我不是来这里宣扬，这没有什么值得宣扬的，就是因为亲身的体验，所以比较深刻。我有4个孩子，在大陆是犯法的。有的孩子比较聪明，有的孩子比较不聪明。我的大女儿比较聪明，我开始教这些功课的时候又太慢了，千万不要太慢，越早越好。所以5、6年级才教她，她就很多自己的想法，太聪明了。我们这个学校又不教，我们老师又不考试，同学又不读，我干嘛要读啊？没办法，所以他只学一点点，但是学这一点点到了初中、高中就不得了了。他的作文不必指导，下笔千言，就只学那么几句了。我的第2个孩子呢是男孩，是比较笨，所以比较笨大家都知道，就是在学校里面就可以表现，1、2、3年级都是20、30年，都是后面的。老师以为他有自闭症老师以为他怎么样，反正到了6岁还不大会讲话，到了7、8岁还流口水，现在。我第2个孩子男孩我唯一这个男孩所望者终身所仰望者终身。那结果这个男孩是这样但是我不紧张，因为我知道儿童心理，所以我不紧张。到了他3年级的时候，他姐姐是5年级，差2岁，我教他姐姐的时候也教他。
我怎么教他呢？我就拿一本书给他，说孩子啊，你这么大了，你应该读这个书了，拿去读看看。第一页读给我听，他就翻开了第一页，到第一章，道可道，非常道；名可名，非常名。无名，天地之样。把第一章50几个字都读完，都没有读错。我看第二页，第二章，第二章，天下皆知美之为美事而已，又是60几个字，总共110几个字，他都没有读错。一个3年级成绩这么差，而且一个小子就在读老子这本书，老子小子读老子，而居然没有读错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有注音，所以他没读错了。所以太简单了吗？老师何必那么浪费精神呢？就像我一样就好了。我是一个不负责任的父亲，但是你要知道，等一下你就知道，我是一个最负责任的父亲。我就这样教了。好了，说好你会读了哈，现在你去读，因为3年级小朋友下午没上课，他整个下午都可以，功课很快做完了。我说你去读，把它多读几遍，读到会背来找我。他读了1个小时才来找我。啊，一个人还是不会啊，结结巴巴。我说不行，再给晚上来背。所以晚上我就要跟他问啊，他就很流利的，道可道，非常道，名可名就背完了。于是我说了一句这一辈子最重要的话，这句你要知道。我说这一句话，我引为这一辈子最重要的话。我说孩子啊，从今以后每天背2章。老子很好，老子81章，多少天背完？40天。刚才不是美国的学生在问我们留学生吗？你们的老子讲些什么吗？40天就全部会背了。我们的孩子有多少40天浪费掉了？40天背完，我从来没有指导过一次，只有说了那一句话。背完了就算了吗？不是，我知道人类会遗忘，咱们学教育都知道遗忘率，越早复习越好，所以赶快复习，一天复习10章，10章大概500-600个字，他以前都会背，现在把10章连起来背，轻松自在，所以每天背10章，8天复习1次，总共48天了。还要再复习第2次，20章连起来背，大概1000个字连起来背。你要知道，一个孩子能够在头脑里面存放1000个字，像长江大河滔滔不绝，他的整个生命力就开拓出来了，一辈子的聪明就奠定了，1000个字就好啊。现在我们教小朋友背书，只说好，春本不觉晓，处处闻啼鸟，夜来风雨知花落不知道，没了。红豆生南国，生南花，子知千金多少钱，植物最佳生，没了。我告诉你啊，浪费生命啊！1000个字连起来背，4天背完，总共52天。第3次复习，40章连起来背，2500个字连起来背，2天背完，54天。最后1天，从第1章背到81章，老子5000年，一口气背完。从那一天开始，老子跟着他一辈子。读完老子，我马上后悔了，我弄错了，要先读《论语》，所以赶快开始读《论语》。《论语》不是81章，《论语》498章，号称500章。3年级读老子，然后4年级读《论语》以后，他就好像变了一个人一样，叫做脱胎换骨。他的聪明是父母亲生给他的，他的天生的禀赋啊，但是他这种是禀赋很差的孩子啊。只是读了不过半年，他就整个变了，连气质都变，里面变，气质变，他的头脑变，老师都非常惊讶，说这个孩子怎么现在就聪明起来了？5、6年级名列前茅，初中全班第1名，初2老师叫他去跳考高中，他到高中全校第1名，高中本来读2年要去考大学，我们教育部不准他考大学，所以第3年就浪费掉了，考上台大。考上台大以后，读了3年大学，考研究所。台北2家最有名的研究所，政治大学研究所，他考第1名；台湾大学研究所，他又考第1名，考2个第1名。大家都说你的孩子是天才，我说最笨的。大家都问我孩子说，哇，你怎么会这么会读书？你从哪里来？你从哪里你从哪里学到读书的方法？没有。
我是很笨的。我唯一知道我为什么会聪明起来的，就是3年级的时候我读过老子，会背老子。大家只要就想我要去背老子，来不及了。这是第一个故事。下面的人说，我这个孩子将来成就比我高10倍。凭什么你知道吗？凭我那一句话，孩子啊，从今以后每天背2章，他就可以高我10倍。教育是不会摧毁之力的啊！我用什么力量啊？没有，我有没有跟他讲老子？我就讲一句老子给他听，天打雷劈。但是他不了解老子吗？从初中开始，这个智慧渐渐产生。高中的时候能够引用，到大学的时候，他就能够用老子的思想去比对世界上的哲学家。凭什么？3年级的时候，9岁的时候，55天的教育，有没有叫他在家里专门读老子？没有，课余时间，就这么简单。有教就有，没有教就没有，这个没有是一辈子都没有，这才是我们最大的痛心所在。所以我为什么要讲的口沫横飞？为什么要讲的这么激昂慷慨？我们要救你的孩子，我们要救我们的国家。那我这个孩子是不是了不起呢？不是，我这个孩子就说，现在读经的孩子啊，他比我强100倍。为什么？因为现在有人推广读经了嘛，以前没有人推广读经，只有我家在教嘛。现在我家推广的5、6年，现在全台湾100万的孩子，100万的孩子，1万个人，如果有1个人认真就好了吗？其实1万个人哪里是1万个人才有1个呢？10个人里面就有1个很认真的。他们只要读2、3年、4、5年啊，不得了。我再举一个例子，让大家更加的捶胸顿足啊！你回家好好反省，好好把握。有一个人在8年前我刚推广的时候就要听我演讲，这个人呢是学西洋东西，学牙医西洋东西，他一辈子都只读西洋的东西。但他听了以后，他就只觉得哦，小孩子要读，我也要读，所以我有一套大人读书的方法，大人也可以读经。凭什么大人可以读经？把你的心理年龄降低，跟儿童一样，就是当你要读这些书的时候，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，你就这样念。千万不要想要了解，一想要了解，你心烦气躁，你就读不下去了。所以你就一遍一遍的读，呆呆的读。所以他从那时候开始就开始读《论语》。后来他结婚了，他叫他太太也来听我演讲。他们2个夫妻每天早上起来先做功课，读半个小时《论语》，你一句我一句，感情好得很。然后他们这样读，他的太太就是爱人爱人同志啊，他的爱人同志怀孕了，照常这样读。这个胎儿就在肚子里面听10个月的《论语》，出生以后相貌不凡，而且非常好带，几乎不会父母的任何的烦恼，晚上从来不会哭，不是笨到不会哭，聪明到不需要哭。10个月的《论语》嘛，教育嘛。出生以后，照常父母亲照常读《论语》，这个婴儿就在旁边。我刚才讲过，醒着也可以，睡着也没关系，反正在听《论语》。等到这个孩子1岁的时候，1周岁会讲话的时候，他就会背《论语》了。1岁半就认了很多字，2